TV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前几天呢，我收到一位高中生同学的留言说 ：“Lisa， 你好，我现在是高2的学生，在学校成绩也还不错。高中毕业之后也想要到美国去念大学，但是我听说美国大学生有很多人考上不错的大学之后，上了1个学期成绩就暴跌，还有很多人就直接转学了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有点担心。”好的，今天我就要来解答这位同学的问题。首先我要先说，因为我是先读社区大学的，所以我对这个问题其实真的不是很了解。但是我知道的是，你听说的并没有错，是有很多大学生进去之后，前2年的成绩就暴跌，然后就转学了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嘞？因为我在读社区大学的时候，其实就遇到不少直接读大学，然后后来不适应就转出来的同学。而且我也听说有很多4年制大学前2年他们都一直在刷人，有可能你进去的时候有1000个人是跟你同一样是大1的，但你到大3的时候可能就只剩下500个人了。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嘞？我是听我这边的一些朋友说，因为他们很多人进去大学之后，发现读书的时间变少了。以前他们住在家里的时候，所有的东西，像是洗衣服、煮饭、买菜等等的东西，都有妈妈这个角色帮他们准备好，所以他们所有只要做的东西就是认真的念书跟尽情的玩。但是他们搬出来之后，什么东西都要开始自己做，也开始没有人管他们了，他们每天就是 party， 所以才会造成这种结果。我上了 Berkeley 之后呢，听说蛮多就是现在刚18、19岁，刚上大学的一些小孩，他们就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到处疯玩，到处 party， 都没有人管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今年刚读大1，他住在宿舍里面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们宿舍那一栋楼呢，有很多人在他要睡觉的时候，差不多是10点左右，就开始准备要出去 party 了。然后呢，他有个室友在要开学的前一天，在外面喝得烂醉如泥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在垃圾桶里面狂吐的。所以我个人觉得啦，不管你成绩再好，都可以先试试看社区大学，因为社区大学的课业压力不会这么大，你可以先习惯适应美国的生活，2年后再转学也不迟啊。好，那希望今天有回答到问这个问题跟想了解这个问题的朋友们。如果有了解这个问题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帮我补充，我们一起来帮助这位同学。好，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关于美国大学啊、社区大学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问我，我都会尽力帮大家回答的。如果有什么比较 private 抱歉，我最近在学日文，说英文都有点日文的发音，我再说一次好了。如果有什么比较 private 的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到我的 Facebook 来私讯问我哦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娃娃 TV 的影片，请按娃娃 TV 的熊熊来订阅我们，看更多的影片。点左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 Lisa 告诉你，如果英文不好的话，也可以到美国来念大学吗？点右边的影片，你可以看到左边影片的下篇 ，Lisa 会告诉你关于美国社区大学的 placement test。用手机观看的朋友，请看资讯卡，也不要忘记到 Facebook 搜索娃娃 TV 哦。